由于男拳体系中的咏春拳、咏春拳和白鹤拳在招式和理论上存在一定相似之处，近日我们借采访咏春白鹤拳资深前辈李刚师傅的机会，向他请教了对此的看法。李刚师傅长期致力于推广咏春白鹤拳，并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，以帮助更多有兴趣的朋友们了解这一传统武术。此次交流中，他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见解，并慷慨示范了一些关键技法。相關內容將在接下來的系列視頻中逐一呈現，敬請關注。詠春白鶴拳咧就有喺計總嚟有380幾年嘅歷史，除咗影響福建七大門派同埋華僑全世界各地走，將詠春白鶴拳咧全部就係依家差唔多有華人嘅地方，特別有福建人嘅地方咧，都係詠春白鶴拳嘅傳播。大約200多年前，再喺詠春院傳咗上去福州，就發展出非名宿食種。跟住喺福州咧，又傳咗過去台灣嘅南派武術咧，每一個門派海港都有詠春白拳嗰個影子喺度。清朝明朝當時福州泉州係東南亞嘅貿易港口嚟嘅，特別對日本嘅來源好多，中日兩國人咧交往好多，特別沖繩島依家嘅武術都有詠春白拳影子。比如講公遊樓，佢哋呢廿幾30年咧都好多人叫做尋根啦，嚟到福州跟住咗詠春，咁佢哋話公遊樓嘅天數三節都係詠春白拳嗰啲演變出嚟嘅，咁係咪咧就要口據先知？咁仲有咧就順地樓，公遊即係沖繩嘅順地樓空手道咧，佢咧有龍虎學，咁佢哋嘅祖先咧周子王嘅師傅，啲人咧就話家婆師。家婆師本身咧細個咧就學拳嘅，跟住咧就學埋虎拳，咁後尾創出嚟咧，所以依家叫做半軟硬，即係半硬半軟。硬咧就以虎為尊，軟咧就以學拳為尊，所以咧就學咗好多。咁跟住咧泉州閩南人又去咗東南亞，係華僑，跟住咧將詠春白傳咗去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。近年嚟咧有人口據去調查。話廣東嘅詠春同詠春白拳有啲關係，咁呢啲啲人亦有人講就係其實冇咩文字嘅記錄，咁如果你同兩個拳嘅拳理動作嗰啲心法嚟講咧，就好多近似嘅。咁其中紅拳又有虎鶴雙形，咁啲紅衣官風心涼詠春心涼嗰啲咧都從詠春白拳咧拉咗啲關係。嗰啲傳説啦，嗰啲又唔可以咁真㗎。